Hello，今天咱们透过这份资料聊聊语言的神奇力量，直接开始吧。你可能好奇，人类凭什么超越天使？资料说，靠的根本不是力气，而是咱们对词语的掌握。没错，没有语言，咱就是副生物躯壳，是词语真正给咱注入了人性。而且词语不光塑造思想，它竟然能在物理世界里留下实打实的印记哦。来看这里，特别有意思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体的2/3左右其实都是水。科学家发现，水分子听到神圣的词会结晶的超美，遇到恶语呢，直接乱成一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词语能改变水，那神圣的语言会对你体内的水产生什么影响？资料还特别提到了阿拉伯语，这些神圣词汇的字母排列里竟然藏着魔法，不可思议，对吧？只要把字母顺序颠倒一下，它在现实里的意思就彻底反转了。所以，当你念出这句赞词，就等于有意识地加入了宇宙合唱，跟万物同频共振。这就引出了一个超大难题：咱们人类有限的脑子，怎么去理解无限的造物主呢？历史上人们常走极端，要么觉得神高高在上，要么呢又把神过度拟人化了。这其实很危险，极端的超越会让人觉得虚无，而太拟人化又容易把神变成偶像。怎么平衡呢？完美答案就是最美的尊名，它是化解这两个极端的绝佳桥梁。就像摩西通过燃烧的荆棘听到神音一样，这些名字就像一层能反光的面纱，它既能保护咱们有限的心智不被刺伤，又能完美折射出神圣的光辉，太绝了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用这些名字去和造物主建立连接呢？资料里提到了媒介这个概念，它就像是一座双向的桥，把我们和神圣连在一起。分2步走，神圣者先放下尊名的阶梯，然后我们靠着日常的善行一步步往上爬。你看，这些名字就像特意放到我们心里的精神阶梯，带着我们的意识不断上升。而我们做的好事，哪怕像祈祷时叩拜这样的小动作，就是咱们往上爬的脚印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词汇搭起的这座桥，凭咱们的理智，根本摸不到造物主的边儿。所以，从赋予我们灵魂到改变身体结构，词语绝对是宇宙间最强的纽带。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在呼唤那些神圣尊名的时候，其实神圣也正在回应我们呢。好了，留个超级发人深省的问题：今天你正在用什么样的词语建造你的阶梯呢？